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卫福部下晡公布霸凌调查，总共接到8件这场霸凌案件，有3案成立，7个人受处罚，其中保护书的时才以上停解。台中市区行早起有一个查甫人驾酒赛车弄到6台的轿车到乌多摆，其中骑乌多摆75岁时大，送病了后救不回来。路透社报道讲，咱的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鹏持书签，等来美国华府总统府表示，这是国安团队的例行性交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同步爆出到霸凌案件了后呢，这卫福部下晡也公布上届新的霸凌调查，也有一个听取的结果，总共接到8件的这场霸凌案件，3案成立，7个人受处罚。其中这保护书的时才因为情节重大，除了调离开现有职务以外，也该记一大个以上停解。公部门这场霸凌事件持续伫讨论，卫福部公布最新霸凌调查结果，也甲处罚，拢总有8件好亲像霸凌的申诉。经过外部学者专家审议了后，认定有3案成立，并经考试会决议处罚，包括保护司兼任视察、长教司专门委员，也甲社工司兼任视察。其中保护司兼任视察，因为情形严重，除了记一大个调离现职，嘛会依附停解。有这一个大声斥责嘛，哈，还有就是说不合理的退公文。并且造成他整个这个自尊心，还有等等这边的一个受创。卫福部处长李建德表示，其他申诉案件虽然霸凌无成立，不过未当有效阻止这场霸凌，应该负监督管理不周的责任，所以连带受到处罚。包括长教司司长、社保司司长、社工司司长，也甲保护司司长，分别记告甲审解。后续会强化部内的主管自我注意，也有沟通直接的技巧。启动了职场安心计划。目前也陆续有同仁来做个人的咨商申请，那么后续我们也需要强化部内主管人员的自我觉察以及同情心、情绪管理能力。若是长教市长要求部小组深区霸行健身，卫福部处长李建德指出，经过调查，市长并无强制要求同仁做运动，虽然无符合这场霸凌的要件，不过这个行为已经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记一小个处分。李建德讲，会全面检讨业务成长加人力适当的配置，争取合理的原价，让工作负担得到真好的分配，营造员工安心工作的这种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霸凌通报平台明仔载13就要开始上线顶咯，全台湾的公务人员拢会当使用。虽然是签名申诉，不过会确保讲这内容是袂泄露出去，限定1个月内爱结案。行政院长杜永泰就指示讲，希望这公部门呢，就要好好处理这场霸凌事件，改变做官的文化。院长觉得霸凌小心哦，小心哦，谢谢。小心啊！最近公部门是一直传出霸凌事件，引起关注。行政院的霸凌通报平台暗算13开始运作，要申诉的人必须写出家己的本名，重点包括提供多元的通报管道，重视当事人的隐私，透过加密措施来确保通报的内容未漏泄。跟下部会合作，要求权责机关3天内汇报，人事总处来追踪立管，结案的期限原则上是1个月。这个平台原则是在各机关既有的申诉管道之外再多增加一个多元的申诉途径。那原则在1个月内调查的结果要回报。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最多只能再延长1个月。杜永泰要求通报平台成立了后，希望公部门好好处理konkr场霸凌的事件，让官场文化改变，嘛改善民众对行政团队的印象。一定要据实调查，而且紧查紧有结果，嘛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隐秘绝对要保密，要保护得好，而且要真的据实调查，同时要速查速决，而且要真正的请到外部来参与协力调查，让整个官场的文化可以改变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有价值的。行政院进前嘛传出霸凌事件，一个市长的处长洪检基讲会乌白来骂员工。对这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当透过院内的申诉评议委员会因应小组的评估，若是有必要，就会随立案来调查。
因应小组，那他们会就这个匿名爆料的部分来做一个全盘性的了解，会来评估内容是不是需要正式的立案调查。另外，对于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苏特马洪爆料讲，过去嘛捌有讲霸凌的情形，行政院敢会相关处置？李慧芝讲，文化部长李婉已经做过说明，行政院尊重文化部的处置。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的劳法署公务人员行地路案件也捌出到前分署长谢基阳开设到多例罪，或者新北地方法院裁定受压禁见，即摆也出现到这就业安定基金乱用的问题。今仔日立法院呢，这条也是有共识，甲今年度就安基金预算抬3亿条。劳动部11公布选5公务员行地路第一摆调查报告认定，前北分署长谢依荣霸凌员工检方是针对伊想要影响采购结果得到不当利益的犯罪部分，因为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加禁见核准。共案的涉入被告等12人，分别3万到18万交保。专案也后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问题部长在宾，有4人雇主团体12向监察院申请，希望追究劳动部的责任。他昨天已经被地检收押禁见了，可是他一个人就可以核签这些费用，然后之后没有经过审计吗？所以我们告当时的劳动部的部长许明春，只有非常少部分的是因为低收可以免缴。可是你这样子去乱花，而且你竟然都没有我们代表失能家庭聘雇外籍看护工的这些雇主来在这个委员会里面去看你怎么使用这笔钱。团体批评劳动部3年来向适龄者家庭收上千亿的就安基金，亲像增强税共款，却毋捌公布各项支出，滥用互适龄者家庭心正痛，审计单位是长期失职。提醒我们部长他一再的强调说，他挺的是外劳跟本劳，这些失能者在生病或是意外之前，我们就是本劳啊。劳动部回应会积极检讨未来增加专业监理、强化把关机制，1个月内提出改善做法，也赶紧研究安怎降低外籍看护雇主的负担。立法院12条也协商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有上限，条也同意将今年就安基金其中的促进国民就业计划服务费用删除3亿。劳动部长洪成汉表示，应该检讨的会好好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这诈骗的案件，逐工伫咧发生。毋那这演员谭爱珍，互骗灭100万，网络有缘有真侪有名的人，互无名诈骗。讲啥物来参加投资呢？就会送东送西。政府除了积极推广防止诈骗的资讯互民众以外，内政部经政署也表示讲，已经有成立监护小组，会伫咧社群媒体顶头巡逻，若准发现到问题，就会随时来阻止。资深演员谭爱珍传出防诈骗，伊查某囝欧阳晶伫个面册发文，表示讲2个月前忽然间有警察来引导，一见面就叫伊较紧来联络因妈妈。原来是迄天警察伫个超商头前，感觉怪怪，就随掠着诈团的车手，伫命当来看到谭爱珍随过来走动。经主动盘查，于李贤身上查获伪造公文书1张及工作机，经由假检警公文积极联系，与邮局临柜提款100万现金之弹性。被害妇人，即摆诈骗的手法一直在变，其中伊投资诈骗是上实行。伫北投有警察，虽然讲甲打气甲可坑，才替当事人甲700万的存款收落来。你每次都领几百万呢？这个不太合乎常理啊！相信你应该是遭到损失了，所以我不能够让你再继续有损失了。那你要让我们家里起家庭革命啊！这个钱是我的。一开始沟通的过程，负责人故意一直闪，警察才发现讲，即马诈骗集团为了应付警方和银行查证，国家被害人一寡应对的用词，提悬做诈的难度。加上伫网络顶悬名人诈骗的手法搁翻新啊！诈骗集团甚至是假作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因某张淑芬，含利用已经过身的作家琼瑶的名义，甲民众讲办投资小户就送册，就连台积电嘛发声明讲无这种活动，卖互骗去啊！我们165这边也成立了这个潜伏小组，或者是我们分析小组，早期找到这个被害人，告诉他不要再汇款了。那另外在阻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在各社群媒体上面巡逻，然后一发现有可疑的部分，我们就会通知社群媒体立刻把它给阻断。除了公布民众轰炸意识，政府嘛积极利用科技来侦测无正常的小户大型风岛。内政部阁对12月开始建立打诈仪表办专网，提供民众上新的诈骗趋势和轰炸对策。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条，同款是食酒赛车害死人。这台中市东区今早起10点外，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伊食酒赛车失去控制，先启动着4台轿车、1台奥多拜，还有1台脚踏车。其中这骑奥多拜的民众呢是送病院了后救不回来，那骑脚踏车的民众也搁伫咧抢救。警方表示讲，这食酒的查甫人，伊的酒测值有到0.98，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等罪嫌，该移送法办。监视器翕到一台轿车高速通过路口，先弄头前汽车骑士过人被弄飞，然后佫下到一台内驶的轿车，还佫一台脚踏车，吊水的车佫向前推动路边轿车了后，最后佫弄到面贴头前的条啊，才停落来，连路顶也拢弄断去。被弄的75岁姓杜的汽车骑士送医急救，医院当伤救无转来。骑摩托车的这一位，他趴在书局的前面了。那脚踏车他是粘在脚踏车上面。伤者是22岁男性，身体有多大伤，右膝有超过10公分的大片撕裂伤。另外为伤者诊断为创伤性硬脑膜下出血。事故现场一片路苍苍，12早起10点外，姓林的查甫人赛车经过台中市东区自由路加进入路口，失控连弄几台车，对了家己受伤送医，还佫造成1死3伤。骑脚踏车的58岁姓尚的民众，因为头壳内出血，医院咧抢救，受影响的驾驶事后还佫是惊吓。我往前开，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的右侧整个被洗过去，整个被撞到。然后再来他就一路往前追撞啊！他就好像那个很迷糊的样子了，我不晓得。哦，他下来的神志状况不是？然后就这样了，迷糊。林先生，起来，送医院了，快点！教唆姓林的查甫人了后，坐伫涂骹，表情硬硬，无法度正常应答。警方进行酒测，伊酒测高达0.98，超过标准价值。我们在现场实施酒测是超乎我们的酒测标准，可以依法公为移送。毒驾的部分，目前必须带医院抽血验尿，才能够确定是否有毒驾。警方调查发现，姓林的查甫人有毒品等真侪行政区，而且无照驾驶。去年底才因为竞速驾电动向骑车，伫今年8月被判刑2个月。警方幸好将伊依照公共危险甲过失致死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又搁这危险的佚佗物仔出现伫咱台湾的校园内。最近中国有一种新型的佚佗物仔，比真正的塑胶刀搁较危险，是一种模仿医生注射的佚佗物仔，搁加一支注射筒互你。着医生提醒讲，若准乌白霜，甲这注射筒的空气注入去咱的身躯内面，将有可能会有迄芳受影的风险。摕棉仔甲红仔消毒，刷落来，摕出这支危险的注射筒，对尻川注空气落去，红仔就若像细条仔的形，一粒一粒。这是最近伫中国国校仔流行的佚佗物仔。北部国校仔校长表示，虽然还未传入去台湾的校园，不过最近真骨力伫校园进行宣导，避免产生风险。其实正经的萝卜刀，甲即摆一家空气针啊，其实阮大概也有遮个新闻哦，看到有囡仔，知影有囡仔咧爱耍这项物件吼，阮就会利用儿童照会，较紧仔囡仔宣导。针对这款注射佚佗物仔，台医生表示，这款空气注甲囡仔身躯，虽然量真细，袂去影响到性命，不过若是针头无清气，是有芳受影的风险。它这个针头一定是不干净，所以就食物上来讲，它局部那个蜂窝组织炎感染的那个风险可能还比较高一点。亲像这款危险的佚佗物仔，塑胶刀、蜡皮糖、空气针，卫福部表示，这款佚佗物仔本身可能有塑化剂超标的风险，提醒家长爱特别注意，千万唔通互囡仔看到这种来路不明的佚佗物仔。另外，教育部表示，一定同步地方政府甲校园进行宣导，互囡仔避免去接触到这款危险的佚佗物仔。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今年4月初3大地震，这新北环状线受损，邦桥到中和是无法度通车。本地是讲要按算1年2个月时间才会当恢复。不过这施工团队正拍拼，8个月就修理好势啊！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宣布，新北的环状线对中昼12点开始全线恢复营运。2、3。
伫施工团队的拍拼之下，予4月初3地动严重损断的新北环转线，施动时有9块更伤娘线位，各有139项设施受损，即马提早半年修好，恢复通车。包括拆了隔音墙等等，需要足够长度，大概有25公尺左右，让这个梁能够进到我们的轨道层。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的艰辛。环转线复原的工程，当初时经过专家学者审查，按算修复时间要14个月，即马完成。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这是经过团队的拍拼、检讨工程的进度，佮增加真济组的工班人力的方式，才加快修复的速度。3个月完成9块更伤娘复位，计共换1438片的轨道基板，复原轨道1050公尺长，换电缆41500公尺，另外佮有供电、通讯甲好质的缆线，也拢全部完成。为着确保行车的安全，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身坐环转线。这一次的攻进的方式也具取我们在大地震所受到的严重的损坏，所以我们特别增强了拉拔装置防漏墙的第2道防线，并把钢商梁的整个防护做一个双重的保护机制，也就是希望能够强化在大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更能够确保万无一失。新北捷运恢复通车了后，包含票务、通讯、号志等系统动静态的设施，也分区段进行区间甲专线列车试运转，确认功能拢正常。正常一班伫高峰的时段是5分钟到7分钟，低峰的时段是8分钟到1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昨暗时8点外，在台中青海路2段和文心路路口一个工地电梯门对21楼落落来，加载是无人受伤。因为这附近是有捷运站的，市政府也发现讲，这款的情形就派人去稽查，发现竟然是这建商轻复发，无做好这安全防护，先甲因罚这18000块以外呢，也要求因爱停工。柑仔色铁门落伫人行道顶头，顶面阁写21楼。民众讲，铁门就是对这搭工地落落来，险啊夹到路边的一只货车甲一个人。砰一声啊，掉下来啊！那时候下面还有火车，他们有通报有叫他们的那个工地的人下来看因为下面还有一个人，那时候下面还有一个人，好险是没有砸到那个。11暗时8点外，在中西屯区青海路2段这搭建筑工地雄雄砰一声真大声，竟然是工地电梯的门为21楼落下来，然后结到效果不堪设想。虽讲前一暗处以外，毋过12早起工地人员有愿照常施工，因为起这搭建案的润良建设母公司是幸福发建设，同款正晚捷运，后面将执行工案乃阁出问题。市府派人稽查，确认有几项缺失，甲危害公共安全。为做好安全防护，造成施工电梯门掉落地面，以危害公共安全。都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防护措施不符规定，依从法第86条。除勒令停工外，予以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款。市府表示，这个建案当咧进行厝顶勘验，11暗因为无做好安全防护，照违反建筑法甲处罚，下令停工，限2天内完成改善，若无会继续罚。建商目前暂时无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高师大和平校区最近有这碰瓷的走入去宿舍内面偷食物件，学生是真困扰，因也认为讲这学校拢无伫咧处理。学校是表示讲应该是这风台过境了后，树啊拢扫倒去，影响到碰瓷，才会乌白走。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学校内底不时就会看到碰瓷四界咧走，不过最近就多学校的学生讲，碰瓷定定拢会走来宿舍，秘伫咧厨仔内底，佮偷食因的饼，不过学校也拢无要处理。就是在那个什么上面橱柜，在里面爬，然后因为我在睡觉嘛，就听到吓一跳，我以为说是老鼠，结果我爬起来看的时候，以为是松鼠。但就是不要互相干扰，不要吵到他们，这样就好了。其他学生嘛讲有拄过这个状况，学校表示有收到学生的通报，每一届嘛拢有派人去处理，应该是学校内底原本碰瓷咧捡迄张大树倒去，碰瓷无所在通去，才会对宿舍的冷气孔也是窗仔走入去。
风灾之后呢，校园内有非常多的大树，它因此倾倒。那原来这些松鼠是跟我们和平共处在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里面，住在大树里头。那因为大树倒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它可能一时松鼠们也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那可能就跑到了宿舍里头。学校表示会考虑生态甲学生权益赶紧来改善。除了高师大学校有碰瓷，屏东的某一间高中内底甚至佫出现车路灯，有学生发现了后，挑工甲围条咧，甲杆掠起来展互人看。学校解说，去年在1月开始，就捌伫咧学校内底看到车路灯，会佫向学生说明正确的处理方式。我们会宣导，对，因为还是要跟同学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这样的状况。户外住家或是校园内看到日月溪，在手边呢没有就是绳索网子的情况之下呢，千万不要徒手尝试捕捉。屏东县政府表示，每一年拢会掠到9万只车路灯，嘛会将内农民去掠，嘛提醒民众车路灯的卡脚进来，后壁佫有生刺，尽量莫直接用手去掠，避免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防疫做事叛乱罪嫌疑人的南韩总统尹锡悦，今仔日是第2届发表全国性的电视演说，伊否认这经济改革是内乱，也批评在野党乱用这弹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魁韩东勋就批评，这拢是变改，更加确认尹锡悦是无多国在做总统的，也呼吁因的党员就爱针对着这国会的总统弹劾案投下赞成票。南韩总统尹锡悦12早起9点半发表将近半点钟的电视演讲，伊讲总统宣布紧急戒严令是属于地权的一部分，甲社兵权、外交权同款，毋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伊佫将国政限制被定党的责任转予在野党，讲在野党对真济官员发起弹劾，互国政被定党，正做机会独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早举行大选，伊是通过宣布戒严，守护自由民主主义甲宪政。 지난 2년 반 저는 오로지 국민만 바라보며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고 재건하기 위해 불의와 부정, 민주주의를 가장한 폭거에 맞서 싸웠습니다. 피와 땀으로 지켜온 대한민국, 우리의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는 길에 모두 하나가 되어 주시길 간곡한 마음으로 호소드립니다. 저는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민 여러분과 함께 싸우겠습니다. 事实上，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早伫尹锡悦向全国性演讲进前召开记者会，指伊无期请辞落台，但是正做唯一的选择。看尹锡悦的电视演讲了后，韩东勋向媒体表示，这回比起反省，佫亲像辩解，佫较确认尹锡悦无法度佫执行总统职务，呼吁党员对国会总统弹劾案投赞成票。 절차로서 대통령의 직무집행을 조속히 정리해야 한다, 정지해야 한다라는 말씀드립니다. 제가 另外，国民力量党的国会领袖，也就是党鞭邱庆和，进前对政局因为戒严甲弹劾陷入混乱，引咎辞职。国民力量伫12举行新任党鞭选举，被归类是尹锡悦派宽政党过半选票胜出。NBC 新闻的消息指，尹锡悦投票前后，拢甲宽政党直接通过，按过内容，宽政党无对外公布。这事件也惊动北韩，官方媒体12连续2天发布消息批评南韩政局。 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尹锡悦独裁政权无条度用性角度指向人民。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形容尹锡悦是假的，估计南韩戒严危机引起的社会动乱越来越严重。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在尼维亚北部第2大城洛维萨迪11月传出这车头的厝顶放气，造成15死2伤。这个车头是和中国国营企业合作的一带一路项目。这件事件也引起学生也个反对党上街头抗议，因认为讲这案件内面一定有人吃钱。
到伫有七市召开记者会说明的同时，总统府外组织大庭民众手提标语大声喊口号，批评政府贪腐，造成11月初的崩塌事件，官员拢有责任。虽然塞尔维亚的交通甲基础建设部长韦西奇伫代志发生了几天就失职落台，不过车站改装工程合法建造是韦西奇就任进前的代志。另外，塞尔维亚铁路公司讲，崩塌的迄刹事甲改建的工程无关系。当时承包的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等中资企业一日开始拒绝公布相关的文件，除了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阁要求政府来重视，并重新选举。对这代志，有支持总统为德国登去塞尔维亚了后，就主持公开文件的记者会。Od svih zahteva koji je važan zbog istine, zbog činjenica, zbog svega onoga što predstoji, zbog svega onoga što je važno zarad odgovornosti, zarad pronalaženja onih koji moraju da podnesu odgovornost za 15 tragično preminulih. 塞尔维亚反对派为2023年12月国会大选了后，就主张选举有问题，持续上街头示威。这届针对崩塌事件抗议，反对派嘛加入，因为进前叙利亚阿塞德政权接伫反对派的攻击了后倒台。有支持对这代志讲，塞尔维亚不是叙利亚，两个袂使相比拼。Iako mislite da sam Asad pa ću da bežim negde, nisam. Živ sam, ceo život živim ovde u Srbiji, zahvalan svojoj Srbiji. 塞尔维亚除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和中资企业参加相关的基础建设，伫陆俄战争中坚持中立，拒绝参加欧美对罗西亚制裁，引起欧美的批评加施加压力。这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也加当地局势影响，拢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印度一个26岁查甫人，今年7月青公司，就被发现讲伊是连续4个月无休困，逐工上班14点钟，有自身失眠的问题。这印度过劳的工作文化也引起讨论。26岁安娜被认为是因为伊接连个案死亡，伊妈妈写配合安娜接头来公司安庆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在社会媒体传开，会中强调查某囝工作期间承受真大压力，严重焦虑失眠。伊相信这压力造成查某囝雄雄死亡。真正无任何相关报告指安娜有健康的问题。伊妈妈表示，伊身体健康，过拍球过准啊。We are growing at a great pace when you are competing with your global counterparts is even more high. Youngsters are facing is due to overload. They don't get time in between their work. 印度真侪领域伫全球要起来，或者是扩大版图真欠人。企业招人的时阵，也顾虑员工福利，一切拢会设置。The HR policies, most of the corporates, the large one, even the mid one, they have best of the HR policies on paper. Somehow it becomes a culture where you are not intervening to stop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junior folks. 安娜生前连续4个月，每礼拜上班7天，每日工作14点钟，完全都是印度有道工作文化的实力。伊故事对真侪印度这场高度竞争当中的少年族群来讲真有感觉。因不多向顶悬改变，专家建议至少成为家己改变，压力来时阵去运动、听音乐、冥想等。当然，公司企业对员工福利是不是设想周到，进一步执行完善也正重要。公司新闻恩文宁编译。美国有几多名真正是奥运的查某选手，互人卡来手来。因最近透过媒体出来指控，讲因的教练会甲伊性骚扰，其中有一寡代志已经是30多年前咯。那这款的文化拢无改变，互因的人生是真艰苦。越野出世甲射击所组成的冬季2项运动，是正受欢迎的冬奥比赛项目之一。美国6个前奥运选手出来指控，女性选手去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事实已经30多年，而且当时因敢若15至18岁，还有一寡选手被迫结束运动生涯，还有一个少年女性运动员，互教练性侵了后想要自杀。这个教练虽然失职，不过后来煞互人聘请做美国帕奥国家队的教练。You have to wonder, 35 years in between, how could that happen? How could the same story happen? And it's got to be the same people are in charge, or the same culture, or a combination. But what I do know is it's got to stop.
互教练性骚扰性侵的女性运动员，因为挡袂牢出来讲出真相，毋是无互人重视，就是被逼和解，加互人报复。负责当季两项运动已经33年的官员科布，去互选手指控，这种的亚女文化都是伊做得来，而且科布所请的拢是家己的朋友。当美联社甲询问的时阵，科布敢若用 email 表示，毋捌有任何运动员捌甲投诉教练的不当行为。这种回应，互选手真生气。We just need to get our stories out there, honestly. That's probably, I feel a lot of relief in coming forward, honestly, and just putting it on the table. 非政府组织美国安全运动中心是伫2017年成立的，目的伫检照美国奥运比赛时阵有选手甲未成年遭受性虐待。除了怀尔德，也有另外一个选手布托斯，拢指控伫几60年前发生的性虐待事件。美国安全运动中心讲，虽然已经过法律追溯期，不过因会继续协助被害人调查讨赔。被害人是讲，就算这个教练互人认定有这种的加害事实，煞敢会面临停赛6个月，不过因所承受的是一世人的痛苦，那亲像无期徒刑。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国际脚球总会昨宣布，2030年的世界杯脚球赛是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3国共同主办，那2034年是交予沙烏地阿拉伯来主辦。不過，就人權團體批評講，恐驚到時有違照人權的證據。That the hos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30 will be Morocco, Portugal, and Spain. 国际卡总杂戏特别大会公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为致敬100年历史，过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甲乌拉圭办其中3场比赛。另外，2034年世界杯会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办，也好2022卡达办世界赛了后，隔10多年重回波斯湾。不过，这两届比赛拢遭到批评，有环保人士认为第3大洲办世界赛会因为另外加出来旅行增加大排放。人权团体也批评沙烏地人权纪录。主席是为这批评讲好话。We are of course aware of critics and fears, and I fully trust our hosts to address all open points from this process and deliver a FIFA World Cup that meets the world's expectations. 根据沙烏地提交的申辦計劃，會向10個場館其中新起8個，特別建設基礎交通設施，增加17.5萬個酒店房間。佢表示會在勞動法規之下請勞工。不過，人權團體認為，這無夠來保護中東普遍大量使用印度、巴基斯坦加孟加拉等外籍勞工。People will go to Saudi, they will see a bubble of what Saudi Arabia is, they will have all their freedoms and rights granted, and then leave the country and leave Saudi people and residents without any protection. 沙烏地因為過去人權紀錄受大量批評，國辦環保、體育設備指控，這是牽涉國家透過辦大型國際比賽來提高名聲的做法。沙國王儲沙爾曼國爸表示，無有意互人安尼形容，應增加1%GDP 就好。不過今年進前申辦沙國世界盃的負責人指出，沙國這幾年來人權進步真濟，而且是為2016年開始，唔是為世界盃才改變。公司新聞鄭慧珍報道。外國媒體路透社的報道指出，講咱台灣的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飛鵬、徐淑謙，當去美國的華府訪問，會見到 Trump 的交接團隊。但係總統府就表示，國安團隊的訪問交流是例行性的，無進一步評論。或者是認為，講咱台灣呢，就愛含這 Trump 的幕僚，建立到這溝通管道，以持台美關係。透過移動嘅影片，紅列喺中國制裁名單頂懸。咱嘅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參加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11嘅演講活動，一個講出中國對台灣喺經濟、外交和軍事上嘅壓迫。Thi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tension has been eviden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CP regime continues to use various pretexts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through aircraf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DIZ, crossing of the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jor military maneuvers
meant to intimidate Taiwan. 呼吁讲理念较深的国家爱团结，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吴钊燮虽然无亲身访美，但是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任之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帆、池书谦最近是去到华府，和川普的交接团队密会，和台湾和特别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络。但考虑到北京的国压起来，对象是无包括川普提名的各界官员，可能是中阶政治职位的共和党人士，对这互访格调无好认，表示国安团队访问是例行慷慨，无进一步评论。我想还是跟台美关系，还有一些可能跟台湾的安全，以及所谓的台美之间的非常重要与敏感的军购的议题。中阶层的官员不代表不重要啊，可能他是业务是未来搞不好是跟台湾有直接的相关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尝试建立起沟通管道，对未来的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学者认为讲，咱应该拍拼和川普的核心幕僚，建立正顺的沟通管道。针对川普质疑的咱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和自我防卫能力的部分，明确表达政府的立场，嘛当随来了解美方的态度，来维持台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继续审议司法院人事动议权案，立委关心到这死刑遵会议题，对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表示，目前台湾的社会有真侪民众是支持死刑的，认为废死就要分阶段来做，最后是走向废除死刑。也让另外一名被提名人刘静怡，伊是明确表态支持废除死刑。立法院12继续审查司法院人事案，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刘静怡报告时阵拢讲，要做宪法守护者。在野党立委拢在问死刑遵会议题，伫死刑实现了后，是不是还阁坚定停废死？比如说，以从国际人权条约的发展来看的话，它大概是分为2个阶段。因为社会的脉动慢慢从把它限缩到比较小的严谨的范围。那我相信台湾的社会目前为止刚好处于的第1个阶段。那它可能未来在第2个阶段是否要进行到废除死刑的话，应该可以透过社会更多的互动讨论。我个人的理念向来都是呢，我们应该走向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对于这个死刑合宪的判决呢，感到非常的遗憾，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包括呢，被害人家属如何参加诉讼程序，获得一个舒缓。这个呢是国家的保护义务，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印报思想里面。今年国民党团就表示，严格管控人事案，立委戚家心也讲，被提名人廖福德的土地，好像就遭非法洗车抢，不断的去澄清，拆不掉就是拆不掉。我是不是在之后我来稍微之后让这些业者去做违法的事情，鱼肉乡民？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大法官呢？你好，戚家心嘛变做刘静怡较早并且大文，伊对卡关案表态，也做大法官被提名人，敢也会当独立判断。你说，当台大决定要让管中闵担任校长的时候，你的脸书发文说免予同意又来了，这些人大概真的以为他们都看不懂，他们在合演一出超级搞笑剧，是年度最大的假新闻，演好圆满吗？我过去的看法都没有改变，所以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搞笑剧？台大的校长就是教育部就是在演了一个搞笑剧。民进党过去的政府演了一个搞笑剧，同意没有错。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同意权修炼线3天审查结束，立法院嘛要第24早起行使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记者综合报道。T-Pass 通勤月票已经有70万人伫咧使用，明年要推动 T-Pass 2.0。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未来会有一个接用人客方案，就是雇一种交通工具无限定共一个生活区，会当当作是这辖区域来使用。那准本地已经有优待路，有关会当有其他的啥秘书。旅客坐国道客运，未少是坐运转坐客运的通勤族，拢用 T-Pass 月票，毋过也能只坐一种车，也是每一种坐，这人未来都希望适用 T-Pass 2.0的上客优惠。每天15块左右而已，就公车这样而已。但是如果有常客方案，就会考虑。对。如果没那么长大的话，应该会选回馈的。T-Pass 2.0，明年1月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陈世凯透露上新规划方案，除了原来跨运区定期票继续新增加上客方案，锁定一种车，业者一定的次数优惠，先上网络登录，无限港这生活区，那这车用优惠，也可能增加优惠。我们大概会跟行政院这边来商讨了哈。
或许是就直接就会变成公务预算，因为特别预算没了嘛，好，那可能就会朝公务预算的方向。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续行，可是也要看政府的财政状况。交通部希望引进更较侪，毋是每日坐车的民众加量大众运输工具。国土客运业者表示，乐观其成，暗估业者面临欠人甲大环境起伏价压力，优惠票价甲原票价差价，希望政府吸收价差的部分。那能够由政府来协助我们补贴，驾驶缺员的情况比较严重哦。那另外还有高速公路不能有立位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政府来协助我们。除了票价优惠的部分，就是服务的部分要去做提升，也就是说班次要更密集，或是服务的覆盖率。学者认为应该定期分析贴发使用民众坐车的组合，结合优惠是不是成功？那推出了后，增加更较侪人来坐，也解决运输业的欠工问题，将提供类型的服务量能。记者综合报道。这飞机若挂条条，就有可能造成听力受损。医生是提醒讲，大人若准是听力受损，食老就有可能会出现这失智的情形。也建议讲，这民众挂飞机60分钟就要休困一下，若无久来就有可能是变甲气空足重的，就要用这助听器治疗咯。民众伫咧通勤的时阵，定定惯势挂耳机听音乐，有的人惯势听到无电才停，有的人是讲差不多听1点钟。可以听到没电。我觉得那个还很久，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断断续续的，可能如果连续就1小时，再可能就休息，就是对。哦，但其实使用耳机的频率算高。我觉得就上班时间是高的。侪民众认为挂耳机听音乐、听遮长的时间对听力无啥影响，不过都有医生提醒，若是挂耳机的时间伤长，恐惊会造成听力受损。医生也建议民众会当选有降低噪音功能的耳机，不过也是要注意挂的时间，莫超过1点钟。蓝牙耳机足侪拢有降噪的啦，就是降低噪音的，伊种爱甲开启来用，然后若是安尼顺利的迄个。手机的音量会较袂较真大声，安尼较袂影响听力的受损。但是更较保险就是讲上好是60分钟就休困一摆。医生表示，目前大人后天的听力受损，接看到的是耳孔长期接受环境的噪音受伤，亲像捷运站的车声、工地施工的声音，人若定定伫这种环境，要是建议脱耳脱仔，若无久来对耳孔无好。医生指出，若无伫早期发现有听力退化的情形，接受治疗，未来有可能会变动听，听无人咧讲啥。食老的时阵，着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若是讲动听来，医生检查了，若会当处理的，就马上处理，比如讲耳塞，还是综合炎，会当处理的处理，食药还是开刀。若无法度，就是讲爱做复健，复健就是助听器，还是人工电子的。医生表示，目前听力受损，拢是建议患者先使用助听器复健治疗。若是严重动听，行到最后一步，才会建议用人工的电子耳。伊也建议民众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家己的耳仔，才会当尽量避免动听的危机。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大病院和台大公卫学院今日发表室内空气品质和学生囡仔健康研究，发讲这是有相关的。若准这利用化脱的角度来到850 ppm， 就增加囡仔呼吸道感染的风险。研究也发现讲，若准教室较通风，就会当降低感染。新冠疫情期间，国内有真侪件幼儿园发生规定感染的事件。为了了解幼儿园气候病毒感染的原因，台大病院甲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研究发现，教室内底空气品质甲学生囡仔健康有真明显的正关系。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小朋友把这个病毒带回家，还是说把感冒带回家是理所当然，还是说无可奈何？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重点是，其实是我们的幼稚园的环境呢，可能他们的通风换气不足。研究团队表示，新冠的气价传播是关键路线，特别是伫幼儿园等封闭的空间。所以2021 8月至11月，伫台北市某一间幼儿园进行室内空气品质连续监测，并使用物联网传感器，结果发现幼儿园教室内底二氧化碳浓度平均会当达到850 ppm， 结合模型计算出基本传播数 R0 达是3.01，也就是平均一个感染
染者会当喂互3个人。不过研究嘛发现，只要改善教室通风换气，就会当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大部分的学校也好，托儿所也好，或甚至医院，这个通风都不足的，换气都不足的，那怎么办？那我今天有讲说，在不足之下，你只好用空气清净剂。研究团队强调，室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应该要降低到550至650 ppm。建议动态调整室内人数，也甲停留时间，也是改造伫户外上课顶。若是伫通风换气不足的教室，是建议加有过滤功能的空气清净机，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台南荷兰讲是6都内面上界大考的城市。对这资料显示来看，最近这台南各中小的学生体位正常比率有提升，超重的比率也有降低。教育局表示，讲是这几年拍拼推动健康促进，也有饮食教育计划，有学校是增加这运动的社团，也有校长甲老师大家招的做伙来减肥。早自修时间，教练带囡仔做田径训练，大家拢真注心投入体育运动。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逐工放学，有400学生参与运动相关的社团。因过台南市北荷兰讲是6都上大考的，为了要提高学生体位的正常比率，这几档教育局推出健康促进和饮食教育计划。根据统计，各中小学生体位过重，对110年的29%降到这阵26%。对身体很好，也可以让我这个身体非常苗条。然后也可以对身体有很多良处。今年的囡仔体重迄个比例有较低，所以表示讲，这个部分从午餐的饮食、宣导，跟这个体育社团的团队的囡仔迄个表现，来协助囡仔，会当互伊得到较好的身体健康的发展。除了加开运动社团，嘛有教室外口放无同的球具，营造运动的环境。唔学生尔，高中也有校长甲老师嘛带头动起来，因可强催参保持规律运动惯习，来减肥维持身材。校方内嘛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透过团体力量，互咧减肥的学生更较有坚持的毅力。1年之间，我想应该有超过6、7位老师，总共减了差不多快100公斤。我们学生的部分，我们有这个叫健康体位的运动，体位哈，那么 BMI 超重的话，我都会由卫生组跟健康中心安排这个一系列的课程。同学也有减20公斤。内底学校的校长、城市教育局长嘛，拢亲身来带领着大家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未来教育局嘛会继续来推动。囡仔的体重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另外嘛参饮食有关系。教育局讲，因会加强囡仔健康饮食的知识，嘛有推出健康护照，记录运动参饮食的状况，让囡仔维持健康。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铁的高雄三地厝车头最近传出讲有家友长期占用车头的设施，甚至困伫咧无障碍便所内面，造成旅客困扰。台铁表示讲，明年会请保全加强巡逻。那这社会局也讲，家友中心会当提供各种服务，只是讲这家友来大意愿无悬。台铁高雄三地厝车站看起来新点点、介现代化，无障碍便所看起来嘛真新真快。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有家友长期占用便所，伫咧遮洗身躯，甚至就困伫咧便所内底，就连提供予旅客紧急使用的充电区，插座嘛去予家友占条条，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处理。过来啊，过来，嘛是当来遮充电的啊。哦，有当时会叫警察啊，但是无遐硬啊。我也无其他的原因，伊无再来甲我判。平常时做山工的家友表示讲，这搭车站有水电，佮有网络，因若想要休困，就会来遮。不过车站便所防占用，民众认为会影响到旅客。台铁是回应讲，按算12月底会请保全加强车站的巡逻。根据高雄市社会局的统计，高雄有登记的家友300人，其实因有2个家友服务中心提供因遮甲大，嘛会倒替因找工课。不过要是有家友甘愿四界找所在困。他今天下午就是预计要过来面试啊，看有没有那个住民有意愿要做工作的。其实阮拄到迄外口的家友，因足大部分就是讲伊要离开伊较熟的所在，伊这是较困难的。因若是有需要的时阵，我嘛会想劝导伊来遮住，啊可能住到一段时间啊，
伊可能家己会使找着工课啊，家己会使找着所在通住。社会局表示，今年家友就业自立计划辅导63个家友顺利找到头路，因为派志工到社区协助家友量早返去社区过生活。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嘉义市的就业中心邀请脚踏车店的师傅做伙来甲等伫路边的这废弃脚踏车重新整理了后，送予就业中心的弱势民众。那活化这挂脚踏车解决着环境的问题，也会当帮助弱势民众。替脚踏车的状况做检查，要先找到爱修理的所在，等修理好势了后，就会送去予嘉义市的就业中心，予就业中心人员送予一寡要找头路但是无交通工具的弱势民众。来遮找头路的，阮得去评估讲，伊的状况啊，阮想要甲伊推荐去找头路，啊，毋过因为伊无交通工具，实在是因为欠这项，啊，就无法度去面试啊，所以阮得评估了，然后去送伊这个脚踏车。体力也没有说很好，所以就是对，只能找比较近的，对，然后让我有代步工具，然后可以去上班。这一台一台的脚踏车原本拢是无人要骑，但伫边仔的废弃脚踏车，为了要活化这的资源，嘉义市就有脚踏车店甲就业中心来配合，免费甲车修理好势，阮也方便弱势民众来使用，嘛顺续解决环保的问题。无爱车啊，台目啊来回收，啊，就一台到一台，10台车甲倒的，反正倒2台当骑，安尼就会使啊。啊，若搁较无够的零件，咱甲插新的落。嘉义市就业中心表示，一台脚踏车对经济弱势民众来讲，会当增加因找头路的工作范围，嘛会当减轻因体力的负担。目前到今已经修理18台车，送出去11台。希望透过这种方式，除了协助有需要的民众，嘛会当鼓励因来使用就业中心的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德县新埔市场最近的附近的巷仔呢，正在进行这路边的整修工程。不过这乌起来石头，唔那造成店家无多做生意，甚至有人无细力跋跋倒去伤着手骨。电工所表示，除了会请这工程工为加强警示以外，民众受伤的部分，因来担起责任。民众才准备行去对面，行到一半，一时啊，脚步无大好势，人就无细力跋跋倒。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看到。赶紧把人扶起来，不过民众的脚甲手拢已经受伤。跌倒的时候就很痛啊！幸好是一个那个先生过来帮我拉起来，不然我根本起不来啊。这是新德县新埔市场附近的一条巷仔，最近因为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单位甲原地地砖好掉了后，却无随清走，也无留临时通道。那害人受伤，连附近店头家拢怨讲，根本无法度做生意。他施工前完全没有吃味，没有告知，没有协商，来了2台快手，前去后找，也没有跟我们说明事故要多少天。厂商都会相当注意不要再有2后类似的情况发生，包含设置相关的便道，让民众可以做通行。还有相关的警示设施，我们都会格外来注意。我会加紧赶工，一定会在下个礼拜5，应该是12月20号的时候，311项就会完工。新埔电工所有会师咧，也对受伤的民众感觉歹势，嘛讲会担起医疗责任，说落来会伫附近加强告示、设通道，来请施工单位尽量赶工，降低施工对店家的影响。记者朱君和新竹报道。这礼拜来暗时，这天顶有双星啊，遭流星雨会当欣赏。6点钟的流星上侪会当到150粒，到时阵呢，民众免用吊镜、用目睭就会当看到。另外，讲到咱人类观测火星到达已经满60年了，台北天文馆也含这中央大学合作举办火星特展，带民众来熟悉有可能适合人类生存的星星。一瞬一瞬白色的光飞过天顶，这是过去双子座流星雨的画面。台北天文馆表示，民众若想要看流星雨，就要把握这礼拜6暗时10点到礼拜天要拍曝光这段时间，通看到今年流星数量上侪的双子座流星雨。虽然拄到旧历11月14日满月，月光较强，较好观察。但是民众避免看往月亮的方向观测天文，就通减少月光的影响，流星雨就通看了较清楚。月亮起来的时阵，因也伫咧东边，你就往西边迄边看，安尼就较袂向
去用月娘干扰到啊。上济的时阵1点钟应该会有100多粒，毋过受到迄月娘的干扰哦，差不多会减半。另外，人类观测火车自1964年美国的水手4号太空船传登来火车表面的相片开始，到今已经满60年。为着要让民众愈熟悉火车，天文馆嘛甲中央大学合作办展览。而且，伫咧每年的1月16日，通看到火车窗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讲火车地球甲日头会连做一条线，是火车上靠近地球上好观察的时阵。那火星冲呢，相对来说啊，就是比较近，所以你可以观测到地面上的那个地形会比较明显一点。比方说像上面有那个水手峡谷，我们从地球上我们地面上的望远镜，甚至是在太空中的太空望远镜，它所捕捉到的一些火星的影像，还有观测结果，是想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现说这个火星这个星球的特色。这个火车特别展览，除了通用看的，也有火车车操作，甲融入虚拟实境的 AR 体验，嘛会帮旅行到火车的导览活动，望互民众通以互动的方式，入捌火车甲宇宙的奥妙。记者我们郑准由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6度到19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6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7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提醒观众朋友，未来3天天气会较凉冷，就要注意您的身体哦。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伊的大稻埕，敢若剩因一间，佮用手咧切身啊。这个老家私呢，是伫大稻埕的一间店去甲招的。